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明兰，欢迎收看台湾新港界。今日咱来到台东的中滨哦，伫这所在风景实在是足水的，心情真轻松。不过你敢知影伫中滨有一种产业，伊是法国高级料理食材的这原料哦，伊叫做白玉螺梨。什么是白玉螺梨？为什么会出现伫中滨呢？咱今日来到这来找答案。咱即马就来到了这罗梨这农场哦，要来找这农场的主人一蹦。嗨，爱好，你好，嗨你即马是咧创啥物？我即马是咧看我的罗梨有健康无，囡仔有大汉未？安尼。这叫做白玉罗梨，白罗梨，白色的罗梨，伊那毋是乌的。应该是讲伫较早民国67年，咱屏东农专迄阵就一定开始咧富裕这种白质化的罗梨。啊，这种罗梨吼，敢若一般伫咧泰山店食迄罗梨啊，这个无共款吼。对，同款是非洲大瓜牛，但是阮这是白质化的非洲大瓜牛，就是即摆的屏科大，因较早有一个张教授，咧研究，一直研发到即摆。啊，即摆是因为讲适合的所在、天气，还有适合的农民，要安怎饲这？饲这无简单是无？无简单，哦，还要看温差，气候有对无？伊是惊寒还是惊热？伊是应该是讲伊会冬眠，冬天爱休困，就敢若熊共款冬眠安尼，对。啊，伊平时是都秘伫这叶啊下骹晓。对，叶啊是伊的厝，伊的厝，阮种这种叶啊是为顶悬生，毋是一直。这是番薯叶啊，对吧？对。这特别种，互因做厝的，就对啊。金门种，金门种。金门种，这个金门种的，无别种的袂使，台湾种袂使。迄种菜市啊咧食迄种都无适合，因为伊无法度做因啦。白玉螺梨，伊拢是秘伫这叶啊下骹就对啊。嘿，对。毋过你即摆手头遮吼，咱看到这白玉螺梨，这差真多咧，这细汉大细汉，你是互因食无共款的物件吓。是，这是妈妈，这是因的囝。我即摆来到这位这个所在是因的厂房。伫遮生囝就对啊。对。差不多20几天了后，就变差不多这尔大粒。这是高克青少年的对啊，青少年。对。啊，即摆这个敢会当升职啊？会当做爸爸妈妈？毋是，差不多这个大小了后，我就会甲捡去我的成长区来饲，安尼。所以变成讲，咱母螺当家一直生，我就一直捡到成长区。哦，所以这一区你饲的拢是负责咧生囝的爸爸跟妈妈就对啦。是，对。啊，讲白玉螺梨，其实吼，伊是公的嘛是母的呢。对，雌雄同体。这是什么情形？很多动物是雌雄同体，像白瓜牛，它也就是雌雄同体。啊，所以咱即个爸爸妈妈因是专门的，因即摆就袂放抬去食就对啊。对，一般咱入去迄落餐厅内底，无可能用这种的肉，这种是有老，佮无水、无软，一定要找迄种，像主持人安尼18岁，较会适合去餐厅。安尼你讲啊，足好诶。好，咱即摆来看吼，你讲吼这3磅啊，就是讲瓜牛宝宝伊大汉了后，你讲会使捡伊差不多偌大诶，啊捡去迄成长区咧。差不多20天到30天之间，差不多3克以上，我就会移过去，移到成长区去，这样。好，啊，咱佮咱讲一下吼，即个3磅吼，是毋是有啥物款的代志爱注意咧？有喏，为着互伊会当生卵，无紧，为着互伊会当生卵吼，我爱放一寡粗坑啊，这是粗坑啊，这有这是。这是原生种。啊，这是台湾的哈。对。O A 就对啊。对。好，你讲粗坑。嘿，本来3月份的时阵，满拢粗坑，
啊，落雨一直落，就一直放落，啊，甲也分解到变成是草木灰、泥土的一部分，所以它也会当种伫内底。生落雷是种伫内底是生囝的。对，看会到的卵袂孵化。啊，无是安怎才会？一定要钻进去保湿保温，才能够让它在对的湿度下孵化。所以就是讲，咱落雷爸爸甲妈妈因要生的时阵，伊迄卵是拢伫内底，空入去就对啊，伫内底，啊，伫内底，一届会当生偌济？偌济粒卵？基本上200粒起跳。一届200粒？嘿。啊，当时会当生一届？大家拢会当生吗？一年会当生6届。一年生6届？伫倒些时间？差不多伫梅雨季节开始，就所以今嘛嘛，吼，对，今嘛是差不多5、6月份。对，你看这卵，哦，这就是卵。这是卵哦，这是拄啊孵化了，你有看到无？它准备要孵化而已。这是差不多几工？无算工啊。无算工，第0天，它还在胚胎，刚破壳，嘿，刚破壳。所以伊一届生200粒卵，对吧？嘿。啊，偌久就孵化做安尼？看你的气候，差不多7天到14天之间，嘿。尤其咱每年的3月到5月梅雨季节的时阵，很好孵化。对，而且我们东台湾中滨的气候是真好，就适合因一直生足多，佫一直会当孵化足多安尼。是头先伊本有甲咱讲吼，讲其实每一区你有限制迄数量呢，袂当伤济收细只落来直接生产对无？为虾米你甲咱讲一下好吧？因为我有3区的种螺区，我一当爱生300万粒啊，300万粒，由300万颗蛋来做50%的孵化率，再50%的成长率这样。哦，刚有一半机会会当成功。一半搁一半，敢若1/4。啊，为什么有敢1/4尔？不是，是气候不会每天都稳定。再来，瓜牛有时候它急忙要生，它找不到适合的地方生，它就在表面孵化那个生蛋了，它并没有埋在。所以性地就急的就对了。嘿啊，我当初那个啊，我要生啊，袂有啊。对。就是安尼吼，所以你讲你规片吼，你全部拢是种这番薯叶，拢是金门的啦，金门种的番薯叶，啊，互因做厝就对了。对。啊，咱即摆就是讲，这个3房家因若大汉，啊，咱要甲捡去城中区，好，啊，咱要哪捡咧？咱来一粒捡啊，一粒捡啊。我电脑捡，我电脑给你。你蓝美女，我跟你讲吼，你等下安怎捡？敢知？爱用这？我知啊，就是找着落来，啊，就甲捡起来就对啊。不是哦。你有算数学障碍无？1数到10对啦。1数到1000。哈？嘿。好。1数到1000。好来。所以我刻意去拿一些都特定一样大小的篮子。嘿。因为我今天假设我给他哩。要捡落来，对，要移，我把它翻开。你横开，我敢袂使甲横开。嘿，横开。哇！莫全部拢甲拔起来就好。歹势，好。捡这种的。我哪会知是什么种的？对啊，我互你啊。对，最大这么大，最小这么小。跟我差别。来，看麦。差快半克了哦。安尼半克好，啊，我找这种的。对。捡1000粒，差不多这2个大概差不多800粒，差不多满。不是啊，应该没落落去。袂。好。啊，标准那样的哦。好。那超过的数量都唔对啊。啊，拢得按你找哦。系啊。我这手难啊啦，这伤瘦啦，你看差就多。差不多啊。无啦，差就多，你看。连我家己嘛可以啊。这啦，看到靠就好啦。开始啊吼，知影啦吼。为什么就一个人捡过去？伊点只食就好啊。安尼，你把无分开吼，你的把质我都去抓到标准啦。咱饲落来是爱用时间咧算的，袂当讲我囥工区，老中青3代拢伫遮无法度啦。到时阵你的螺仔肉吼出去吼。我化妆的厨师嫌你是跟人签约的就对啊？对啊，我供应它一定是最好肉质最饱满发情抱卵前收成的螺，更加啦。我想讲要讲喂，战利品，几粒吧？怎么算哦？哎呀，就困难呢。2、4、6、8、
10好2，嘿，过来哦。安尼录影可能录到明仔载。对啊，无你是安尼 Q， 你干嘛安尼 Q？ 我感觉你唔是安尼 Q 呢。一般是差不多下晡5点左右。因会照出来哈。对。咱即马是因为等下要落雨，紧来 QQ 的。毋是，你看啊，一般伊这拢足大粒啊，因是拢伫遮拢免过去啊，哈，免过去成长区啊。唔免，一直生就对啊。对。伊一年生了，改啊生了咧，等明年。毋是，明年的种佫无共。哈？安尼一年过去，因就袂当踮遮生活啊？我不会互伊食超过一年，差不多半年了后，它有它的去处了。啊，你应该用过几丢？我不能这么说，产品价值嘛爱。所以这瓜是我们见它最后一面的，对。我是几粒啊？5粒，15粒。好啦，我帮你扣啦。你讲全部起来是800粒嘛？我就免算啊，我就满的对，我就满的800粒就对啊。那有可能扣起来，那扣100粒就厉害啊！啊，这番薯叶是安尼用，还是安尼用？无差啦吼。无差，卖规个拢拔起来就好啊。啊，你那会无爱种别种的，一定爱番薯叶啊？有啊，我较早捌种过迄种佛手瓜。嘿。虎尾豆，嘿，啊是安怎？山药嘛有种过呢。嘿，山药食山药哦。想讲做遮阴了后，佫有一寡山药可以采。哦。想得美。唔是安尼，所以后来就是感觉讲金门种的番薯叶是上介好的处的对啊。因为它有遮阴、保湿、降温的功能。哦，是番薯叶才有这种功能。对。我才有讲到讲吼，你其实哦，一开始饲落来的时阵，2点钟就爱来生产哦。是安怎情形？甲咱讲一下，咱哪扣一下，好吧？跟大家讲。因为吼，我的师傅伫嘉义落草啦吼，我去甲学，结果学是看2点钟了后，就开始家己实做，嘿，啊，用看的拢会晓啦，开始做的时阵就无共啊，就开始。试验，所以我每一天每2个小时都要来巡田，包括半夜。打缸哦，打缸，一定要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里面1个周期就要把它学起来。我甚至改田换田，养殖田怎么样来做区分，就是每天在思考。所以你是就是打缸下晡4点开始来。6点过来，8点过来，对。啊，来遮拢顺几片田安尼。对，去了解因的习性，去了解讲上弦月伊走去倒，下弦月伊走去倒，东北季风来伊走去倒，西南气流来伊个走去倒。等下，你讲这个路雷会乱走吼？系啊，是安怎情形？它是依照着潮汐、上下弦月、东北季风、西南气流来，它的群聚特性会一直在跑动。我真的没。就艰苦的，是啊，才找无路咧，所以讲你要安怎饲，面积一个要诀，还有密度数量也是一个要诀，面积跟数量要相等，不能说面积大数量少，或者是面积小数量大，那都不等于嘛。你要做到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规模化养殖，你就要去好好去做一个观察。啊，你安尼就是讲，你讲2点钟来巡田，2点钟来巡农场啊。迄个时阵安尼暗时回去，敢困得去？嘛是会困啊，啊困一点钟，搁起床安尼，系啊，差不多1冬吧，用1冬的时间去了解这。啊，迄阵啊上挫折，感觉上艰苦的所在是啥物？没有葵花宝典，都自己去摸索。对啊，还有师傅安尼用电话上热线，阮师傅已经冻袂掉我，伊即马已经无咧饲啊啦，即马就剩我安尼，对吧？即马路呢咱拢走出来，头先拢揪落去。因换环境了，伊就会紧张啦。来，咱紧甲摕去咱的新的成长区。好，咱即马 Q 遮济啊，吼，一个篮差不多是800只。800只，好，拢是已经会当去成长区的。成长区，备用落来。搁放3个月。谈遐同志就爱放3个月，这拢是真健康的啦，吼。健康咯，啊是安怎看伊是不是健康？经过美女小姐检的都是健康的啦。其实落来敢袂破病？
是讲外密度是拢有掠过的，所以基本上是健康的，而且我的环境每年都在重新翻耕。好了，即摆甲路雷吼，带来这城中区，你甲伊压伫伊的农场内底，互伊好好啊健康大汉，对吧？爱平均哦，爱平均哦，还袂当互伊。这条爱平均放哦，嘿嘿嘿，慢慢啊行，慢慢啊行，嘿，慢慢啊放，嘿。啊，你伊敢会偷闲？不会，你放心。啊，所以一区爱偌济只？我这区爱万二只。嘿，万二只。啊，我这样压落去吼，800只会当，会几只会活落来？全部拢会活落来啦。来到这区的拢会活落来。嘿啦，我的平均呢，每一次轮放的耗损率不到1%嘞。手会酸嘞。好，继续吗？还继续啊？好，继续。这袂当。免，遐免。好来，继续哈。对。你这是挑购伊家用到安尼好。是，他们新的环境一定要这样子去把它弄好来。因这讲会有种霸凌的现象，就是讲新入来的路雷啊，其他的路雷甲欺负，无这种情形啦，吼。也是有啦，比如说那个喂食区第一排已经有人站了，他只能站在第2排、第3排安尼啦。各有喂食区第一排。有。好。这几只拢歪落去那边啦。用手呀。但是我就是这是什么嘞？哦，安尼结束啊！哦，辛苦呢。哦。哎呀，大粒瓜，小粒瓜。啊，咱即马就是讲这是城中区嘛，哈。是。其实你每一个城中区，你嘛拢有分区，为什么啊？是因为伊的分区、分时、分量。我主要是要让它的肉质在对的时间刚好饱满，我收成。对。啊，你要家己管理就对啊。对，比如讲我为总罗区大汉啊，摕来遮饲，爱饲90天起跳，我就会当收成。啊，这可能是6月6放的，隔壁是5月底放的，啊，隔壁是5月20放的，伊时间就是抓90天，我就开始咧观察伊时间到未，肉质饱满未，要甲捡起来无，要收成无，安尼。每一个人客吼，伊爱的路雷啊，咁拢是差不多同款品质的，还是讲无一定？品质拢同款，只是讲像较紧大汉，像较慢淡薄啊，但是时间同款，全部拢爱收起来，大概是爱食细只的，还是大只的，敢有差？其实拢无差，但是当然嘛，大只就愈juicy。英文你知道无？越多汁饱满 juicy。从大小分成特级、顶级、A 级、一般级。本来以前只有顶级、A 级跟一般级，结果我上去发餐了，发餐讲大细汉佫差真多呢，佫分一级啦，佫找一个特级的出来安尼。发餐因是就考究讲，他出的菜、出的餐的每一只大小的平均是要一致的，不能差太多。那个一蹦，恁看遐有路咧，那伊是要走去啊？这是为隔壁走来家。隔壁。嘿，为隔壁走来家。伊是食无物件，那这种路咧真定的安尼。会啊，所以我每一天早上，你看遐佫有一只，表示讲遮附近有一个坑，我无找到，破坑我无找到。所以大家补起来。嘿，爱补起来，所以我爱数啊遐有一个坑有无？倒位？真的啦。啊，我看到。我逐工咧看，都是咧找这。扔会过来。会啦，它撑开就可以了啊。第一个它撑开就要，第二个就是它会从这个铁杆爬上来啊。嘿，这样啊，因为我前面都有个支撑点，所以这个是这一区的。哦，所以就给它弹落去就对了。弹落去就好。啊，咱这围这是其实是要避免讲，嘛有其他的物件会走入去甲只路咧遐。唔是，同主要是讲我放来遮的时间。我有算过，袂当讲伊后白走，伊暗时我无来的时阵，佫走去隔壁去。啊，你都唔知一直混，对，尽可能去避免他们混在一起，所以把它分区。我们有算过哦，我下骹开始暗时8点食饭食饱了开始爬，我这个到期嘛，爬过来遮啊，起光啊，袂赴啊，伊佫走转去，自由落体困。你走回去困啊？白天睡觉，对。所以伊惊光晓。对啊，它怕光啊，它是昼伏夜出的动物。
头先咱咧捡落来时阵啊，吼，伊帮有讲到讲啊，吼，这落来啊，伊会因为这即摆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还是其他的影响，伊会走无共款的所在，是什么款的情形？伊会走东边、西边，还是这一边啊？这个是动物的特性啊，比如说东北季风来，一惊寒嘛，一走到西南边去啊。这是个动物，拢集中在这边。我较早是安尼，不是25米哦，较早是100米安尼咧饲呢。结果内底8万只啦。东北季风来的时阵，伊拢走到西南角，你敢知西南角偌济数量？安尼层层叠叠安尼吼。4万只，这网仔都别动啊啦，拢落去啊，被它拉下来。哦，末日之战你有没有看过？布莱德比特迄个电影啊，哎呀，以色列城墙不是拢白去吗？就赶快艺术啊！哎呀，啊，所以你这样插可以吗？就逃向自由的对吧？不是，逃上邪恶啦！我这边是自由的环境，这是围篱呀，公平都并起啊！哦，所以就是迄阵啊，饲足侪只啊，大范围啊，所以你的落来拢会全部拢刻伫同一区。对，所以我们为了要去控管那样子的一个群聚的密度，所以才有所谓的长乘以宽6米乘25米。然后里面就放9000只，它再怎么群聚，顶多3、4千只在一个位置，它也不至于影响我的望子，层层堆叠爬出去，对，是这样。所以落来主要是惊寒啦，哈。惊寒啊，再来呀潮汐、气候的影响，所有昆虫动物都这样嘛，对，所以它就一直在转。哦，差不多啊，时间袂赴呢，我落来要食饭。落来要食饭啊？系啊，我的金龟甲南龟拢还袂拍呢。啊，无咱即摆做伙来去。对，来阮兜，行。好，行。来，你看到这吼，足青的这青木龟，还有这是金龟，唔是阮要食，是特别用哦这白落来食，要安怎做咧？就是加切的打成泥。好，咱即摆开始来做工课。好。传互因食。你坐这。好，感谢。这是个切半吼，足重的呢。你来帮忙把纸把它挑出来。挑纸哦。等一下哦，小心你的脸不要往下哦。我这个是翻兜呢。今摆是甲安尼用出来哈。对，帮我把纸挖一挖，丢到这边。伤管啊，这伤管啊，我有咧啦哈。安尼哦。哎呀，安尼对吧？好危险。对。哦。没关系，我做我的。这为什么不爱互因食籽嘞？买啦，因为籽它涩涩的，所以你打在一起打成泥的时候，就是整个菜都涩的。对啊，还是把籽挑出来。你有吃过吼？你哪知这籽是涩涩的？基本上有时候我们在吃熟木瓜的时候，也会吃到小颗的籽嘛。嘿。哎呀，所以一起下吧。这个配方你有去甲试过，讲感觉安尼伊食起来嘛健康。对。啊，你成本嘛袂伤悬。第一个是膳食纤维、酵素，这是酵素。青木瓜加熟木瓜的酵素，青木瓜较悬，哎呀，然后每年都要种36颗青木瓜的种，新种，来够我用，我随时要爱办很办啊，袂当啃3工都烂伊啊。啊，金龟是会当啃1季。也毋过拢讲咱遮济木瓜甲金龟其实嘛无够因食呢。无够啊！台11线一寡野生的拢互我家己去挽甲拢无啊！哎呀！啊，咱即摆这要安怎处理？啊，来要安怎处理做因的食物嘞？对，我们就把它切成大丁。大丁哈。等一下用机械它磨成泥，逐工的例行公事。逐工拢安尼切的吼。系啊。我安切到迄手嘛是真。他一天现在高峰准备进高峰了嘛？南瓜、木瓜就要吃差不多至少200公斤。一般这款物件就是咱要互白落来食的这好食的物件，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吼。黄豆粉蛋白质来源，米糠热量的来源。嘉义东石的蚵仔壳壳粉钙质来源，最后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金龟跟木龟，金龟跟木龟，叫词穷怎么办？因为木龟膳食纤维跟酵素的来源，我们要把它打成泥，然后拌一些水，因为最主要是要把这些干粉、干的那个原物料跟它混在一起，那它变成是一个媒介，让它们吸附在这里。这样理解吗？所以每一只瓜牛会吃到一口都是满满的黄豆粉、米糠、可可粉跟南瓜、木瓜都会吃到。这营养都有够啊啦，吼！啊，咱即摆就是家己拢全部倒入去这个设备内底，对。安尼我无法度啦，哈。哎，来，那个壮丁来处理。加起水。哦，这实在足香的呢。对啊。也毋过听讲吼，嘛毋是一就是菜拢食这啦，就是爱做变化就对啊。系啊。是安怎做变化？就是一般是讲，平常时就是这物件爱固定，但是有一段时间就爱甲变化，搁减一项两项，啊，搁加一项两项安尼。所以有当时啊，白萝莉伊会减食就对啊。会哦，伊嘛有当阵嘛食会鲜啊。哦，头家拢食共款啊，足鲜的，会当换一个口味无？好，熟玉米粉就会加落。好，咱真感谢问吼，咱即摆吼看到这是吼白萝莉伊的食谱到底是安怎做的哦？咱小等下休困一下，咱来看吼白萝莉吼伊会当做什么款的产品甲应用？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台东的中滨家的好山好水好的环境，啊，搁有用在地的木瓜、金瓜去甲饲，不管是保养品还是保健品，或者是其他的食农的教育、导览等等的，可以发展这么多衍生性的一个产业，这才是我真正投入白玉瓜牛养殖的初衷。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少年人为都饲遐回来。甲我斗阵，咱做一些上中下游的合作。好，咱即摆要来看吼，这白萝莉啊，伊到底是有啥物款的应用？其实伊伫法国菜的料理内底吼，伊是算是高级的食材。所以咱即摆请一本哦，甲咱讲哦，就是讲，咱即摆看到这菜吼，这内底有梨啊吧吼，白萝莉。白萝莉对。介绍一下。我们白瓜牛的简单的料理，在我们这边是做下午茶兼导览给客人吃。那我们把白瓜牛用酥肥方式来给它先处理入味，香草、葱姜蒜、黑胡椒，再加上橄榄油，60度熟成，再浸润72小时，才能够拿来给客人做品尝。所以它入味了，味道才会足。等一下主持人，你可以先品尝一下我们的酥肥玉螺串。那这是算新的产品啦，哈。咱之前常常看到这潜艇堡、瓜宝，哈，啊，这是酥肥玉螺串。酥肥玉螺串，好，啊，内底有啥物款的食材？前面的玉螺哈，关用这种刺葱叶去穿烫之后，包覆在玉螺上，代表一个我们在地请客的意思。因为湾阿美啊、阿美族去请人家客人来的时候，都是请吃槟榔。对，当然我们不是去拿实际的槟榔给你吃，而是我们用这个意象去把玉螺用刺葱的叶包起来，就是象征欢迎你们来的意思。传统那种欢迎人客。是的，是的。看你这些食材来的。对，那未来在这边做导览下午茶，也都用这种方式来示意我们欢迎每一个客人的到来。是，所以一串一串哈，就是一整口要把它吃下去。对，一口吃。过来气块吗？对，里面有49种味道。好吃不？有酒丝不？有啊，其实我吃不出是刺串的这一条。刺葱，它味道没有很冲啊。对，没有很冲。对，因为我们这个虽然是红梗的，但是有穿烫过，它就不会那么的呛。对，那主要是还有其他的味道在里面。我白萝莉我吃不出肉的感觉呢，就是很骨骨的啊。对，它就是软嫩嘛。它其实是高蛋白零脂肪的一个食材。
对，不管是的食材，还是药用，还是说化妆品，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价值使用它。白肉类伊的这个蛋白质就营养充分嘛，哈，对，啊伊嘛无虾米脂肪嘛，迄肉质更较油。第一个是白肉类是伊的肉质是嫩，再来是讲伊平常时食啥，它才能够去保有那个味道，这较重要。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台东的中滨家的好山好水好的环境，啊，佮有用在地的木瓜、金瓜去甲饲他拄啊，主持人，你有去阮兜嘛吼？你看到我咧整理迄寡南瓜加木瓜，好食，打成泥给他吃。主要是吃这些，再来就是最后就是好山好水好水质，最后就是好的对的人甲饲，安尼才有。用感情去甲饲的对啦。对，敢若饲囡仔大汉安尼意思啦。对，其实这吼，这是咱这边嘛是真受欢迎的这瓜宝对吧？瓜宝对。而且瓜宝其实嘛是总铺晒，你讲是安怎用，内底用什么食材，甲什么酱料对吧？对，这本来就是咱附近有一间法式料理餐厅，甲我介绍讲要安怎处理，你会当试看卖。安尼一喙哦，你食一喙面包，你就知影讲，这到底有啥物无？啊，咱是爱甲切一个吼。啊，敢有啥物帅哥甲我服务一下？帅哥吗？边仔无人，敢若我就是帅哥啊！第一人选啊！我来处理。这个较水款。好，来。其实咱这今仔日这爱心瓜宝是你的牵手水某甲咱做的对吧？水某。来，主持人这样抓。啊，你伤大片啊，好，敢袂敢再切一半嘿？我喙敢无够啊大，一喙安尼有变强哦。食卡毋是食饱的对吧？系啦。哦。就惊讲我一喙无法度甲食落呢。慢慢吃，就是不要让白瓜牛掉下去就好。这菜色实在是伤济，我无法度一嘴安尼来品尝。非常不优雅。不优雅，我破坏我的气质，要讲出来哦，贵妇吃东西就是这么不一样，就又喜。啊，你敢算贵妇？其实啊，咱咧研究讲吼，这白肉类啊，伊除了是讲法国料理、法国菜料理内底，主要是拢迄做迄前菜嘛，对吧？对，很多时候一般的餐厅拢用焗烤田螺的那个盘，6颗，不管是做白酱还是青酱，一般是安尼。啊，当然现在新式的主厨，袂讲一定照较早安尼做法，现在蛮多一些fine dining无菜单料理。或者是法餐厨师，他们都会做无同款的料理的方式。所以你这碗菜内底的这肉类啊、白肉类啊，一般拢是供应着加咱华东这边的所在的餐厅，还是讲其实全台湾拢有？全台湾的米其林饭店、高级的餐厅，还有菜单的料理的餐厅，一寡私厨拢有，全台湾拢有啦。不管是伫台北、台中、台南还是高雄，拢有。但是因对这个白肉类这要求吼，其实有一定的要求对吧？就是讲，迄袂当伤大粒嘛，袂当伤细粒，啊，因是虾米款的要求标准呢？伊若要提供6粒迄种田螺盘呢，它又不能size要求了伤大粒，爱较细粒。特别扣好伊就对了。扣好伊。其实咱讲到咱头先食到的吼，这拢足好食。其实你为着讲。要互大家了解到这白肉类这好处吼，你嘛做真侪尝试甲试验，之前试过啥物种？做过迄落白酱，法式白酱白玉螺的调理包，还有韩式酱调理包，还有做过三杯鸡，白玉瓜牛三杯鸡调理包。但是咱台湾进前是无法度接受这种的产品，小众啦，所以讲想的讲就。去这种建筑来做一寡导览，慢慢的，互一般的人客知影讲原来咱食的白肉类甲外口热炒店，还是讲野外扣的黑色的肉类是不同的。用这种方式，慢慢来做推广。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之前进前做的调理包拢
拢无成功，但是无一定讲以后拢袂成功，是慢车的先甲迄物件放的，啊，咱来做用心的观光导览，做食农教育较实在。嘿，咱边啊吼，嘛这吼，这女性朋友一点真介意的物件吼，听讲这有吼，这面吼搁较水的方法，就是咱讲是面膜啦，对吧？啊，有啥物款的面膜，甲咱介绍一下。OK， 这2个是白玉瓜牛萃取液做出来的面膜哦。这个面膜有分保湿的跟紧致的。那再来前面这个是白玉瓜牛萃取液做出来的我们的精粹露，也就是一般女性怎样讲的精华液就是这种的。啊，为什么这乳类、白乳类伊的萃取液对咱的皮肤会有帮助嘞？有，伊的黏液萃取出来，它可以抗皱、抗修复像我们台东紫外线加强嘛那其实抗修复，它可以帮助你去修复你的肌肤比如说晒伤。所以女性的朋友对于这样子的化妆品，只要用白玉瓜牛的萃取液的，其实都有蛮好的评价。那我也是，我嘛是用这种概念来饲鹿类，除了讲去餐厅会当提供给高级的餐厅来使用伊的肉质了后，佫会当去萃取伊的黏液来做一些高档的或者化妆品。啊，像这种萃取液吼，一只鹿类啊吼，伊会当萃取偌济咧？原液1支35克，35克，上标准的嘛吼，标准的10cc。10cc 哦。对，那是原液，还没有萃取哦。我原液收集完，我还要去跟产学合作，将它的原液萃取出来，变成浓缩液。啊，你讲有1cc？不到。哦，啊，你实在是足珍贵的呢。所以会花很多心思在让它产生非常饱满的黏液，是我养殖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对，所以它的黏液也是来自于你的环境跟喂食的东西。对啊，这只白鹿类吼，伊是不是健康啊？是甲真水吼？这萃取液应该嘛有差别咯。有哦，还有富含足多不同的微量元素伫内底。那水质无同都有无同的物件伫内底。咱即摆讲吼，这面膜吼，这白鹿类吼，伊的萃取液其实是真珍贵吼。但毋过吼，目前伫台湾大家对这种白鹿类这面膜接受度，你是观察是安怎嘞？应该是讲伫台湾目前有咧用白玉瓜牛萃取液做出来化妆品，就敢若我有。一般的房间呢都是瓜牛萃取液，我的是白玉瓜牛萃取液，那是2个无同的物件。我是台湾本土找咱大学去做黏液萃取浓缩的一个产地我是目前唯一。所以讲，咱一般的消费者唔知影讲，到底甲外口的瓜牛萃取液的化妆品一不一样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要去和主持人去了解遐尼多？伊食啥？伊环境是啥？同时也是讲，大家去了解讲，伊原来伊的基底是伊食啥物，伊的基底较会好甲对，好甲倒位去安尼。其实吼，咱知影讲伊本伊做遮侪代志吼，有关这白鹿类这研发啦、产品啊、运用其实伊嘛是希望讲，甲这款的物件推广到整个部落去面顶为什么伊要甲这白鹿类这产业千金伫个长滨的这白沙岸部落？咱今日看到这白鹿类的农场，咱嘛看到讲伊是爱食什么款的食物，这是上天然、上健康的。也个有看到这白鹿类伊的应用食物方面，也个有这保养品的方面但是为什么伊会倒来这部落来饲白鹿类咧？咱即摆来甲伊访问我想要请教这一本就是讲，其实一开始你想要倒来部落，你嘛毋是想讲要饲鹿类啊？是，无毋对我单纯就是时间到45岁知影阮爸母就是年岁嘛大汉想讲就倒来还没到阵来种田种米，头前这米佫有隔壁这排佫有阮老厝后壁嘛有一个0.7公顷，
本来是咧种米，陪伴他们啦，算是回来陪伴是大人。啊，迄阵是2018年的时阵，还是更加进前？进前都淡薄仔有时间就转来，陪伴伊种田安尼，啊，慢慢去了解讲，也许我可能返乡陪伴他们，那我也一样做我原本的事业嘛是会使，是安尼咧想法。啊，甲阮兜的米为惯性的，慢慢行到有机安尼，即摆是有机的稻米嘛。啊，当然这是阮爸母的收入，毋是我的收入。忽然间就是伫电视看到讲有人咧饲白鹭鸝，然后就兴起了我想说在地无这种产业的对。哦，咱在地无，迄阵无人咧饲白鹭鸝。对。啊，毋过我听讲这白鹭鸝吼，去买吼，迄足贵的呢，对无？不管是活体还是讲处理好的、杀过的，单价拢是较悬啦。啥那悬就是这毋是讲伫外口路边安尼捡的，拢是用心咧饲的。对啊，养殖业跟一般的野外捡食是完全不一样的，无同的物件。我的意思是讲吼，其实要饲白鹭鸝，你得白鹭鸝，你得爱去找到白鹭鸝的种源，对无？毋是讲凊彩，就是讲路边捡来嘛。是啊。啊，这嘛是成本，这成本你嘛是下真济。是啊。迄阵一开始是安怎开始的？先去交一寡学费嘛，开真多钱去买一寡种啊，结果都头一届买种是唔对的，搁去甲伊落草遐，搁找别人的种，搁交交配，慢慢啊甲种调整就好，安尼啊，拄啊好是，阮中滨就适合饲白鹭鸝，环境对。湿度加温度拢对，养殖的规个年度的养殖周期较长，冬眠较短，用对的环境、对的时间点、对的地理位置，然后最后是对的人，这样才能够去产生一个对的养殖。啊，其实听讲吼，迄阵啊，大家看你饲白鹭鸝，拢查无清楚，讲到底为什么这个少年人？转来遮要饲白鹭鸝，对，若是讲饲白鹭鸝，就干那去提供给餐厅肉，鹭鸝肉，我基本上我无想要饲。若会当讲做一寡足侪应用，不管是保养品还是保健品，或者是其他的食农的教育。导览等等的，可以发展这么多衍生性的一个产业，这才是我真正投入白玉瓜牛养殖的初衷。啊，过来是讲，阮在地无虾米好的产业，你看稻米嘛无做，其他啦拢无。啊，结果白玉瓜牛是最合适做经济产业的，而希望能够带动地方发展，是我当初的想法跟目标。啊，开始做以后，刚有拄到什么款的这困难呢？拢是问题啊，系啊，因为要将白鹭鸝这种的产业养殖规模把它做稳做大，真的要花很多的心思去研究，对啊，而且坊间也没有文献可以去做学习，没有任何记载，那完全是自己实做，对啊，去找到对的养殖的方式。啊，即马伫咧部落内底吼，咱敢有其他的人，甲你同款嘛，开始咧饲白鹭鸝咧。目前无啊，目前无。大概是敢足辛苦的是无？看到头家安尼，为透早开始，到暗时啊10点11点，灯火通明，还在做，那么大家拢惊到。反正是我的产业还没有得到一个能见度，大家还没有看到亮点，对，所以这是我还要努力的地方，表示我做的够无够嘛。反正是安尼，所以我继续拼。毋过你即马已经饲足侪鹭鸝啊！你讲一年爱销偌济？3000斤。3000斤啊，换算几只？3000斤，这算不出来啊哈。其实应该是25万只，25万只，25万只的肉，肉品，25万只肉品。啊，再过来活体不算嘛，我还有活体啊。对啊，全台湾的活体的养殖种騾
跟小螺的那个购买，都是从我这边提供。咱讲吼，为什么吼会感觉讲这个白鹭鸝的产业哦，会当伫咱的部落，或者是讲台东这个所在吼来推广呢？最主要就是我们这边是海风的气候，那不像花东纵谷温差大。你敢知影花东纵谷加伊那边阿里山、玉山的寒流掉下来的时候温差有多大吗？我一定要要到哈，应该有20度的温差吧？有的时候啊，最大到20度。那平常时间有时候就差15度，12到15。我这边全年温差5到7。哦，这的气候是这么平均的。对比如说当天，最冷15度，最热15到19，19到24，这样在跑。可是花东纵谷加台西遐，可能很冷的时候是9度，对，凌晨3.5点，日正当中25度到28度，这样子的温差，光一个冬眠当天落嚟拢死了。我这边当天的温差是真低，所以讲阮冬眠了后，我的存活率是80%，别人的存活率是2%。有种才有法度去明年的规模性养殖嘛，你无种，你要哪生，对吧？要安怎做规模性的养殖？更何况一年要达到300万粒的卵来互伊孵化，搁找一个5成的存活率，搁找一个5成的轮放率，所以你没有那个种，你还要跟人家买。现在市面上一只活体的种螺，80块，一只80块哈。你一年会当生大概200粒。但是我这12区安尼轮放，爱2100粒的种螺，你爱偌济成本去买？16万。当年拢爱开16万，唔知一年会当赚偌济，拢爱开16万去买种，安尼嘛唔对啊。所以有种才有可能做规模化养殖。对，这是台东长滨最适合的原因在这里。对，是。你嘛感觉讲，其实吼，去家族吼，包括爸爸妈妈，甲你家庭，你太太啊，你囡仔，其实对你饲这个白鹭鸝这件代志，一开始应该是嘛是真怀疑啦吼。连我家己嘛怀疑啊，但是经过来了啦，走过来了。前2、3年开始有影，甲爸母足侪冤家啊，常常咧冤家，咧冤啥？其实不是冤啥，就是看不到目标嘛，看不到愿景嘛。对啊，前3年是这样在走。迄阵仔讲看无愿景，是讲找无人客甲你买白鹭鸝遐。白鹭鸝产业是基本上来讲是我家己行出来的。这段时间佫拄着疫情啊，疫情。台湾的黄豆粉、玉米粉都是从国外进口，黄豆粉1包775，直接涨到1500，你还要养吗？所以大家都断羽而归，都铩羽而归，都不养了，都存我，经了。反正我是直一条边，自己生产、自己养殖、自己取肉、自己包装、自己行销，对吧？那如果你是单纯的农民，那有法度，成本已经差1倍以上啊。过来落来吧，唔知要卖到倒位去。大家没有去做对的行销，所以从第3年开始，大家都铩羽而归了，剩我才开始重新把行销这个部分把它串联起来。你是一间餐厅去敲电话去拜访，安尼讲拜托你甲阮食看卖，阮的鹭鸝这肉真品质真好，安尼遐。第2年是这样跑的。对，第2年就带着一个那个保冷箱，台北市的捷运都安尼行，你安尼坐，甲餐厅大安区、信义区、中山区、台北，天母安尼走。有人赶出来无？袂呢，你若好礼，人笑面，应该拢会听你要讲啥吧？无我讲，恁台东饲白鹭鸝，我当然嘛爱进口的，我花国菜呢。环境啦，我感觉台湾人就认同咱台东的任何的产物，我感觉是安尼。
所以台东出品都已经赢人一半啊，剩的都是你的技术有够遐无啊，你会当甲你安怎饲的，互人去了解嘛。自然人就会去认同，而且即摆的厨师，他们都很愿意用咱在地的物件，毋是无来品都较好呢。即摆已经毋是安尼啊！你即摆找一个厨师，你安尼甲问，伊绝对会甲你讲，台湾的物件足侪拢好诶，你毋是一定爱进口诶。你最后对着咱即个中滨啊、部落即个白鹭的产业吼，你有啥物款的计划、佮想法？未来你希望是啥物款的情形？未来嘛，赶快都是保有养殖这样子的初衷，这是基本的。再来就是慢慢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少年人为都饲遐转来啊，甲我斗阵，咱做一些上中下游的合作。哎呀，因为我即卖的产品愈来愈多元了嘛，本来是做调理包啊，做肉品啊，做观光导览啊，即卖嘛做一寡化妆品啊，年底跟明年年初还会再做一些更不同的化妆品的产品出来，希望大家会当在地少年人和我合作，咱会当把这个产业伫中滨、伫台东扎根，慢慢的愈来愈好，会当互大家拢莫阁进产啊啦，系啊，饲落咧，反正是民生产业。赶快是辛苦啦，不过咱看到吼，伊讲哦，伫家乡哦，做款这款的努力哦，毋是干为着伊家己伊的家庭，嘛为着整个部落甲整个台东哦，希望讲有更较好的这产业的发展。感谢你收看今日台湾新眼界，再会。